馬不準備妥當，第6場賽事準備。一開閘嘅時候，橫財受手啊，炮彈咁打咗出嚟啦。跟住呢就係有加州王子啦，然後就係有及時而出啦，同埋啊呢個救運好友啊，最後啲先至係順利得勝加橋啊，包尾就係翠河咁樣嘅，跑咗200零米嘅時候啊，橫財受手啦，撳翻住啊加州王子衝上嚟拍住佢，跟住呢就係及時而出，然後就係順利得勝啊加橋啊，救運好友啊，包尾依然係翠河嘅。開始轉銀禧灣嘅時候啦，加州王子搶上嚟呢，過咗隻橫財受手，跟住呢就係第3位嘅仍然係及時而出，最後多少有救運好友順利得勝加橋啊，包尾啊仍然係翠河嘅。去到轉彎中間嘅時候，次序冇咩變動，仍然係加州王子一馬當先，橫財受手守住喺第2位，跟住就係及時而出啦，然後就係呢個救運好友啊，呢個順利得勝加橋啊，大外檔呢就見到翠河嘅啫。有一轉正入直路嘅時候，見到啊呢隻橫財受手衝上嚟啊，越過咗加州王子㗎啦，跟住呢就係加橋上緊啦，然後大外檔翠河啊上緊啲嘅啫。去到最後300米嘅時候，見到橫財受手仲係少嘅冷門馬加橋幾個節目衝緊上嚟喎，跟住見到呢啲翠河搏命咁追啊，最後多少呢先見到啊有呢隻及時而出啊救運好友嘅。終點在望嘅時候，加橋仲係壓住呢隻翠河嘅，翠河呢冇法子過到佢過終點啦，就係第1名加橋，第2名翠河，第3名嘅及時而出。加橋呢隻冷門馬喺咁多好馬當中呢脫穎而出，翠河沿途喺尾，直路呢衝上嚟，但係冇法子過得到呢隻加橋。過終點，加橋第1，翠河第2，及時而出跑翻個第3。